Da, aje,大致的查拉姆托呢，谁性别给aje，嗯，那么，透过网络在观看的看部善知识们，还有尤其是各个尼众寺院的主摸，也就是尼众们，还有各个寺院的僧众们，尤其是佛学院的僧众们，还有现在在观看直播的各地的巨信的男女二众弟子。那么在课程开始之前，那要先问候各位，大家好，扎西德勒。那么我们今天讲到了哪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妙行传》它3个主要的段落，或者说提要当中的这个第2个。那么我们昨天讲了3个主要的提要中的第1个，接着第2个是什么呢？就是传记的本体。这个部分又可以细分为2个项目。首先，第1个是前行，去入佛法之门，还有第2个正行，实践三世道之法。前行，去入佛法，去入佛门之法当中呢，又可以细分有6个细项。那么是哪6个呢？第1个就是使殊胜化身具意之法，第2个远离修行逆缘恶友之法，第3是依止修行顺缘善友之法，第4是断除无益散乱之法，5心系无常而舍此身之法，6呢皈依无谬三宝之法。那么首先其中第1个呢，就是使殊胜化身具意的妙行。这就是颂文是什么呢？就是难得暇满人身，不舍碌碌无为，故而依佛所言，三门专注，致力修法，颠倒心念一出即伏，此为我妙行之一。那这个颂文在说的是米觉多杰他出生，然后进入佛法，并且领受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的3乘律以后，尽力将自己身语意3门专注于取舍佛陀所说的善恶等等，让他的一生生命有意义，活出生命的意义。这就是33个妙行的第1个。这里我们说妙行有33个那这就是第1个妙行。首先我们要讲米珠多杰的，可以说他的传记之前，我们要先
看一下第七世法王却扎嘎措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授记预言。那一般来说呢，第七世法王却扎嘎措他依照许多上师本尊和空行的预言，特别是悟净莲花生大士更曾亲自出现在他的静观就建议第七世法王说，若能闭关3年，那并齐备所有必修法事的缘起，那么就能够长寿住世至88岁。所以呢，第七世法王就在这个子年的时候在公波地方闭关了几个月，同时也计划闭更长的关。但是呢，当时公布地区的人，他们都很渴望能够见到法王，还有噶千大营的注重。那么也因为法王却闭关了，没有人供养了，所以呢，那里的注重噶千大营的注重也遭遇了一些物质上的一些困乏，所以他们就一再的请求，要在这个新年的时分能够觐见到法王。当时呢，法王甚至说道，如果说他举个例子，他说你们喝牛乳还不够还要杀牛肉吃吗？有这样的一句话。所以总之呢，第七世法王就在这个癸卯年正月初7他出关了，然后并且在14日的时候呢，有来自宫然后龙惹这3个地区大概10万人聚会在的时候，他就说到了，法王说呢，我的化身已经收摄了，你们现在见到的是我的报身。所以同时呢，他就顶戴了这个珍珠的宝冠还有身穿各种6种庄严珍珠庄严来让大众觐见。接着第2天的清晨，一大清早，那法王没有任何的生病，就实现了圆寂了。那么据说呢，在他圆寂前呢，留下了一些这些预言。那这里我就不多说，但其中有提到一句说，我既无身，展现有身等等的一些遗言。同时呢，第七世法王还将自己来生转世的出生地，还有父母的名讳等等这些资讯就写在了几张纸上，然后放在这个桌上，并嘱咐旁边的人呢，要将这些文字资料要交给迦查主古，部分呢要交给这个斯图仁波切等等。那米觉多杰他诞生的地方，一般来说，第8世法王之前的诞生地还有等等一些内容，本来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但这个准备时间来不及所以可能明天休假休息1天的时候，我再多做准备，那后天再跟大家讲了。所以今天呢，主要是讲米觉多杰的一些故事。首先，他诞生的地方是在多康的上区靠近这个祖庭噶玛寺的附近。那里呢，也是过去的法王通瓦顿殿的这个诞生地。它位于翁萨港这个的右上方，但名为叫做嘎地普的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叫萨当的一个村庄
他的父亲呢名为蒋巴，那当地的人则叫他达利达利，那么就叫他叫达利。母亲呢则是第五世法王的入室弟子，叫东空行者的侄女，名叫东萨拉玛准。那么不过呢，对于他的父亲到底是谁，那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一说呢是上述提到叫离经者蒋巴，但是一说呢则是阿姜。因为呢在米值多杰他自己写的米觉多杰往事本身中有提到说，他的生父曾在第七世法王座下得到大手印的教导，名为离经者蒋巴。但有一种可能是他的生父呢虽然是这个人，不过他的养父是阿姜。所以呢，对于他的父亲是谁是有一些争议的。那么据说呢，米值多杰他入胎的日子是癸卯年的2月10日的夜晚。当晚呢，很多人就看到一个放出各种光芒的光球从天上掉到他们的家中，并且从这个天井掉到了客厅，而且伴随着各种的声响停留在家中，放出像太阳一般的这个光芒，大家都看到了。那据说这就是米值多杰入胎的这个日子。当然那个时候不像现代还可以去做一些测试了。那他的母亲呢接着怀孕的时候，他得到了很多特殊的梦境，还有一些瑞象征兆。这次没有时间全部都讲，所以这里就举几个故事来说。那么在他入胎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做了一个梦，在他对山的脚下有一个大草原，草原上呢繁花盛开，那么当中有一个非常庄严的大帐篷，的帐篷里面呢满满的都是牲口衣的所衣，还有无量的各类的贡品。那么帐篷内外呢，那么只有小小的海螺，但是它的形状像是佛塔，像如雨一般的这样子降下来。再来对面的山上有环绕着彩虹的光幕，还有这种碧绿的薄雾那么还有非常多这些盛装打扮的男童女童，那么他们手持着乐器等等各类的贡品，那么围绕着这个帐篷呢在跳舞。那他的母亲自己呢也穿戴着各种的古饰，在帐篷内外跳着舞。那么跳着跳着同样在梦境中他母亲又看到说，在陈列的那些贡品当中有一个精致的一个金刚杵，他就把它呢拿在了手上。同样他还在梦境中看到有一个头发呢又黑又亮的一个女生，那穿着着白色绸缎的衣服，然后在吹响了一个
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白色的海螺。之后呢，他的母亲就接过了这个白色的海螺，也吹响了起来，然后海螺的音声非常的美妙，然后很长时间很大的声音围绕在整个地方。再来呢，这个帐篷当中有一个法座，法座上坐着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就对他的母亲说呀，你吹响的海螺的音声，全印度、西藏还有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呀。同样呢，接着呢，梦境中又看到说，在外面有很多人群聚集着，在这些人群当中呢，这个父亲就是阿江，手拿着这个玛尼轮，唱起了这个六字大明咒。首先他唱了，他有点像领唱一样，在他的领唱之下呢，大众呢也都开始唱诵，那咒音就传遍了各个地方。那之前我们谈到有一位僧人这个僧人这时候就将一串念珠头就是我们说念珠有一个念珠头嘛，这个念珠头是海螺，上面有一个海螺的这样的一个念珠呢，就递给了这个母亲，然后要他跟他说你要持诵六字大明咒。那么母亲呢也就照着念诵了六字大明咒，然后同时呢周围的大众也跟着一起齐声的大声的唱念这个咒语。接着呢母亲就这样子持咒声中就醒来了。那这时他还感觉着好像手中握着那个念珠，同时呢好像也还听到外面大众真的有在持咒的这样的声音。那么可以说这个愉悦的这种感觉是充满了全身的，然后内心呢也是欢喜异常。那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大部分的历代的冈玛巴出生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有很多这些瑞相。那大部分其中共同的一个瑞相呢，都是会有这种海螺，白色的海螺相关的，譬如说拿到了一个海螺，或者说吹响了海螺等等。所以或许我们看到大部分历代的冈玛巴诞生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有这样子跟海螺有关的瑞相。那这是一个冈玛巴很特殊的一种瑞相。总之呢，从母亲呢怀孕开始，直到这个出生之前，那么在住处内外都可以听到这个可以说声势浩大，这种隆隆的这种诵经的还有持咒的这种声音。同时很多人前来会见他的母亲的时候，也都看到他散发着五彩的光芒，也看到了他住处的外面看似呢散发着这种火焰这样的一些瑞相。那么有一天呢，他的母亲他去前往砍一种像是树根砍柴的时候，就要让步。那这个我还不确定是什么，在我们的家乡，这个就是说要去烧的一种东西我们不见得都可以砍得到木头，所以有的时候
会到山上去取这种干的一种草，有点像树根的根部一种草啊，就是叫壤蒲。总之呢，他的母亲呢就到这个山上前往去砍这样子的树根来烧的时候，因为疲劳啊，就稍作休息。他休息的时候呢，就突然听到他的肚子里发出了一个小小的声音，说：“这个别这样子坐着呀，要下冰雹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别这样，这个声音就说，你别就这样子坐着呀，赶快走呀，要下这个冰雹了。那么听到肚子突然出现这个声音，他的母亲就感觉怪怪的、毛毛的，怀疑是不是这是他死去的这个姐姐变成鬼哦，在跟他说话。那么这时候他母亲身旁呢有一个人，这时却问他说：“哎，你刚刚是不是对我说了什么呀？”母亲回答说：“什么都没说呀。”那人说：“怎么听到有人在说话，把我吓了一跳。”之后，总之他们就赶快回到家里。一回到家，真的就这个下起了冰雹。那么还有一天，这个傍晚，这个母亲肚子里呢，发出了清晰的“哦玛尼贝贝哄”的声音。那么连他身边的一个出家的一个尼众也听到了。还有一次呢，这他的夫妻哦，就是父亲跟母亲吵起架来了，然后吵着吵着呢，那个父亲呢，就拿起了那个锅子的那个把手，想要去丢去打这个母亲。这时候母亲的肚子又发出声音说：“哦，我母子俩什么都没做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呢？”这个声音，而且所有的他们的家人都听到了这个声音。那么正常的情况，当怀孕的在肚子里的孩子是应该不会有这样子说话的情况，但这大概是一些特殊的有一些特殊的瑞相，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就代表它是一个特殊的转世祖骨。刚刚上面是谈到母亲的一些瑞相，还有一天呢是父亲他去这个收割完啊，稻田收割完回家的路上，不是梦中啊，他是真的好像看到了像现实一般的一个景象，他就看到了这个有一个骡队，然后还有人群当中呢有一只白色的小骡子，在他的背上驮着一个箱子，然后有个身穿呢这种6种古饰的人就将箱子打开之后，那么就拿出了一顶这个彩虹光形成的一个黑帽子，那人就告诉父亲说：“这个给你。”然后就交给了他。他一拿到接下帽子，接着所有人都不见了。那么父亲接着他回到家之后呢，就跟家人分享了这段经验。那讲完之后，这些家人听完说：“哦。”就告诉父亲说：“你可能这个撞鬼了。”据说当时还因此就为他修法，还有驱魔等等。不仅是如此，不仅是父亲、母亲，他们整个村里当时很多的村民呢，也都做了很多这些殊胜的梦。
那么第八世法王呢，他诞生于火卯年11月4日，大概是1517年的这个11月4日哦。那么当时出生的时候，母亲呢没有任何不适，是很安稳的，就迎来了这个孩子。那他一出生后呢，马上就正襟危坐，然后他用他的右手呢，从自己的头顶呢摸到他的脸上，如此反复3次。接着呢，他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接着呢，他用不太清楚的一个声音就说了这个2次我是伽玛巴，他说了2、3次我是伽玛巴，我是伽玛巴。那当时呢，空中也布满了彩虹啊，降下花雨，还有四处呢充满了这种香气，特别是他们家里的屋顶上哦，出现了一个这种一柱这种好像从地上涌向天空的这样的一个彩虹柱，然后甚至接下来的许多天当中，母亲呢也都能一直闻到一股香气。那么据说呢，米觉多杰出生的日子与这个明朝的正德皇帝即位日是同一天。这个正德皇帝呢，他也蛮特别的，因为他也曾自称他是伽玛巴，这是历史当中有这样记载过。同时呢，他也这个下旨要去迎请这个米觉多杰入京。这些相关的事迹，我想可能后天再跟大家说。很多这些内容是藏文里面没有的，是这个中文里面有的，所以我可能再编辑一下、整理一下，再跟大家说。那么另外呢，法王在自己所写的米觉多杰往事本身中记载，我光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Gamma Ba Gamma 和字母这个子母音咒就让当地人们都口耳相传，这孩子是一切智智伽玛巴的转世啊。所以他出生之后呢，没有告诉很多人来看他，但许多人呢都自然的前来拜会他，大家都口耳相传的说，伽玛巴在这个地方呢转世出生了。那么米觉多杰他出生的同月的13日呢，司都扎西巴鸠就来到了当地。那么法王的父亲呢，就是阿姜，就前去觐见司徒仁波切。他就说，上师啊，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的孩子，他自称是伽玛巴。那他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司徒仁波切呢，就一边就阅读着上一世伽玛巴留下的一个预言信，他就马上拿出预言信就看着，然后一边呢就问他们说，您的父母亲你叫什么名字呀？还有你们家后方
是不是有这个松树林啊？还有下方是不是有这个水源？门是否朝向东方？当时父亲就回答说：“我的名字叫阿江，我太太叫拉玛准，我们家后方有松树林，下面有水源。门呢，是朝对不起，刚刚说朝南方哦，门是朝南方的。这里斯图尔姆切就回答说，预言信上说呢，这个父亲应该名字叫蒋巴，母亲应该叫拉玛措，这有点不太符合呀。就是蒋巴跟阿江哦，这两父亲的名字不太一样。不过就像之前说的，关于他父亲的名讳是有一些争议的。总之，前面说叫离经者蒋巴西涅哦，还有名叫阿江。但其实这里面你看都有一个字叫做江，这倒是相同的，但是没有完全一致。所以斯图尔姆谢主要说预言性都大致相同，就是父亲的名字不同。接着呢，斯图尔姆切又告诉父亲说，孩子出生于兔年，这对他的寿命会有一些障碍，所以你一定要保密哦，直到这个龙年的3月为止。接着他就拿出了7颗叫合一药丸，还有一大捆布，然后一大块的酥油，一饼茶和一大把这个黑色跟白色混合的安息香哦，就给了父亲，并告诉他说你要点这个香，并且要喂这个主骨吃下这个药丸。如果他是足骨，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如果不是的话，明天你就会知道了。另外呢，今晚呢，或许他应该会说4句，最少会说3句话。如果他说了什么话的话，你要回来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那么父亲呢，就依照斯图尔姆切的嘱咐，把这些东西呢带回家，像是点香啊，喂他吃那些药，就告诉孩子说，伽马斯图尔姆切说呢，如果你是伽马巴，这些礼物就是你的了，这是给你的。这时候主果听了这就回答说，现在才给我这些衣服啊礼物，太迟喽。接着就说 Emma Ho 就是其已哉，不要怀疑我即伽马巴。他就说了这段话，但其实也说了一些其他句子，但父亲没有记起来。之后呢，父亲还派了一位之后斯图尔姆切呢还派了一位名为景大错街的人呢前去观察这个孩子是否为转世。那么他就看到孩子在人群中就念了7次的6字大明咒。另外当时有一座名为翁萨康，这个本来属于伽玛嘎举的一个寺院，但当时呢是受到了格鲁派管辖。当时这些寺院的僧众就说，我们不属于格鲁派，我们的寺主呢是伽玛巴，我们明天呢应该准备一些茶和酥油去拜会据说是伽玛巴的这个达利之子，达利就是阿江他的名称嘛。他们第2天就去拜访祖古了。拜访的时候呢，这个祖古这个孩子很开心的就大声念诵6字大明咒还有字母音咒，让在场的大家都说，哇，一个出生的孩子就能够这样子说话，实在奇特呀，皈依呀，顶礼呀。
在之后呢，大概他满3个月的时候，那么他就长出了2颗小小的像芥子一般大小的这个乳牙。当时父亲就用手指碰触了这2颗乳牙，就说啊，你长了新的牙齿了。这是不是要来咬我们亲友的这种鬼牙呀？结果当晚呢，那2颗乳牙就不见了。据说就是因为这个缘起哦，就是坏了这个缘起，所以好像法王此后说话呢，都会变得有一点这种像是结巴一样。在他之后也都还有一点这样的一个问题。总之呢，那米觉多一出生呢就能够口诵偈诵啊，还有能够认出前世的出家弟子，还有那些没有见过他的人的面前，他能够念诵6字大明咒，能够结跏趺坐双盘，总之展现非常多身语的各种殊胜的行仪哦，威仪，让人称奇哦。这种记录非常的多，今天时间关系就不细说了。所以其实大家也都真的相信他就是噶玛巴的转世。那么当时在那个地区最有权力的有3个，一个就是类乌齐寺，还有一个是洛雍土司，再一个是噶敦巴。所以不久之后呢，他就收到了这个类乌齐寺，这是达隆噶举外祖庭哦，就类乌齐寺还有洛雍土司的共同的邀请。那么在他这个满7个月之后，他就前往了类乌齐寺，它是达隆噶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寺院，这在康区很重要的一个寺院。那么当时的寺主叫吉甸汪处。那么一般来说，吉甸汪处呢，他对于米支多杰是很有恩德的。那么最开始因为他很照顾米支多杰，不管是衣食上啊供养上都很照顾。之后因为也有一些噶玛巴米支多杰有东方西方2个这个族骨出生的时候，这个大隆的这个寺主吉甸汪处，他就站出来说，这个东方的就是这个噶玛巴才是真实的。所以吉甸汪处呢，可以说他是对于米觉多杰是很有恩德的，是关系是很深的。那么在米觉多杰这个往事本身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由于类乌齐的寺主就是吉甸汪处的世间自在尊者，他每年呢都会召集这个兵团呢，然后参与许多地区的这种争端。所以呢，虽然米觉多杰对他并没有排斥，但是呢也未曾对他升起强大的信心。那么但是直到米觉多杰自己31岁的时候，某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他走进了一个5堡这样子构成的一个房子，在这个楼上呢，就看到了类乌齐的吉甸汪处这个世间自在这个尊者坐在高处。他在梦中心想，他怎么会坐在那里？然后就往上走。
结果呢，他看到在这个无量宫中央有一组莲花月殿，上面呢端坐着放着光芒的观世音菩萨。他醒来之后，米觉多杰就心想：哦，这个几殿王处类无期的世间自在尊者，在世时虽然呢那样常常参与很多争端啊，但是呢，他寺院附近不论不分教派的萨迦、格鲁、噶举，甚至本波的僧徒们都深信啊，他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每每提到他的时候，都会合掌，甚至碰触自己的头顶和胸前。所以米觉多杰也对他升起了信心。他就想到说，米觉多杰觉得他就是能够调伏度化众生的一个化身，所以对他产生了信心。总之呢，当时呢，米觉多杰小的时候去见到了类无期世间自在。这时候观察很多之后，这个类无期的世间自在尊者就说，不需要怀疑他是不是噶玛巴了。洛荣吐司啊，他就交代那个洛荣吐司说，你要好好照顾这个他们母子俩。然后然后也为这个洛荣吐司介绍了他的母子，还有他们的家人等等。那么法王满9个月大之后，那么他就到了洛荣地区。那么从9个月大之后，直到6岁之间，那米觉多杰都在宗萨、卧龙跟类无期之间旅居。那么实现了很多殊胜的一些这些示现，利益众生等等。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也就不多说了，怕大家也觉得这个无聊了，就不多说了。那么先这样子，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下一段会要再讲一下这个东西方这个主骨的这种纷争那么噶玛巴米觉多杰呢，在他还没有升座之前，当时就有一些这个东西族骨、东西方这样的一个纷争。一个呢是在东方，就是我们这位米觉多杰，但是在西方呢也有一个这个安多地区的，被认为是公波地区认为是噶玛巴，有这样子2个噶玛巴之争。在一些人的认知当中，对于16世噶玛巴的这个转世呢，也有一些会觉得说16世噶玛巴的之后的转世17世也有这样子的，怎么会有这样子噶玛巴之争呢？2个噶玛巴之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你会看到，在第8世米觉多杰的时代就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学到一些东西。那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米觉多杰的时候呢，那么当时噶玛噶千还是噶千大营噶玛巴的大营是一直有的。那不仅是在卫藏地区、拉萨地区很出名，噶千大营
是在整个藏地呢都非常出名。那当时噶玛巴噶千大营可以说是噶玛噶举的这个教权的核心了，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这个事业的总部。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噶千大营的一个认证的话，那这些部分的某些上师或者某些的寺院，他们自己去认证的噶玛巴都不会受到这个主流就是传承的这种认可的，是不会的。那么当时我们说米居多杰已经出生了，那么当时也在康区很出名。那么虽然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当时大营噶千大营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不只是东方有这样的米居多杰，那么在西方贡波地区也有那样的一个被认证的噶玛巴，所以噶千大营是怎么看的呢？那么当时呢，噶千大营的摄政就是噶玛巴的代表是谁呢？就是第二世迦禅仁波切扎西南伽。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位叫做拉玛两村的一个人呢来见扎查仁波切，就说我听说了一个好消息。他就说昨天呢有人来告诉我，就是却扎雅措噶玛巴的转世在的这个地方降生了一个孩子他绝对是这个噶玛巴却扎嘉措的转世。那就在这位叫做拉玛冈森的人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刚好太阳也照到了扎查姆杰这个房间，然后也刚好是扎查姆杰喝他今天的第一杯茶。扎查姆杰说这三者同时发生是一个好的缘起。但是呢，当时在安多地方呢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位上师他也生了一个儿子。那当时这个孩子的父母呢的过程中也就是孩子出生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好梦。这个孩子呢也是资质不凡，所以贡波扎松这些地方的人就会认为他就是噶玛巴的主骨。由于这位阿姆多的这位上师就这个孩子的父亲，他是很有权势很有权力的，所以当时噶千大营蛮多的人都是来自贡波地区，所以总之他就用这样层的关系他就成为了噶玛巴大营噶千大营这些食物各方面供养的主要的支持者。那么当时呢，甚至有一位名字叫迦瑟东颠的大师，他是却扎嘉措的弟子那么有人就请这位迦瑟大师呢来认证安多的这位上师的孩子是噶玛巴的转世。那这位迦瑟东颠这位大师呢好像是认证了，但没想到在他认证说了这个事情之后2个月内就离世了。那这时候迦禅仁波切他主要依据了过去的这些预言等等却扎嘉措的预言，他就对东方的就是地的这个地方出的孩子他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呢
噶千大营内部的许多的人，大多是支持西方的这个安多的大师的这个孩子的，所以情况就有点陷入这个僵局了。那就迫使这个迦查姆谢不得不前往贡波地区去会见安多上师的孩子。当时呢，迦查姆谢就送了这个哈达3条这个哈达去给安多的上师的孩子，但每次都被退了回来。那这样的一个缘起，让迦查姆谢呢心感不悦，这是过去的一个习惯嘛。现在来说，我们给了一个哈达，马上又帮你挂回来，但其实过去不是这样的。过去的话是你供了一个哈达，然后对方呢要换一个哈达再送回来，因为不然现在给了之后，马上他就把同样的哈达还给你，有一点好像是说我不要你的哈达这种感觉，所以不是这个样，所以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哦。现在大家不懂，给了之后马上帮你挂回来。以前是供养之后会换一个哈达再送回来，所以这里说没有送回这些哈达。但是呢，迦查姆切就试着去处理这件事哦。总之，他就邀请了这个有一位叫做扎西顿珠的上师呢，就到贡波的泽拉港这个地方去闭关。贡波泽拉港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从第1世杜松前巴大概到第6世，大部分都是住在这个贡布泽拉康这个地方，就是他的黑宝库都在这个地方。对不起，就是第1世到第6世伽马巴的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宝物都是放在这个贡布泽拉港的这样的一个寺院当中。他就让迦查姆谢就让这位叫扎西顿珠的上师就到了贡布泽拉康这个地方去闭关。那么他就请他闭关，然后要他观察梦境。那这位扎西顿珠就做了什么梦呢？那么上师就梦到说，在西方的这个土地都变得是黑色的很刺眼的，但东方的土地都是洁白的美丽的。再来还有他看到西方呢有一只没有声音的无法吼叫的一个狮子，但是东方呢却有一个能够这个高笑这个的一只龙哦。所以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征兆出现。所以这时候这位扎西顿珠呢就说了，这位上师就说，这个东方的孩子大概才是毫无争议的祖古。后来呢，巴乌祖拉称瓦呢9岁的时候呢，也到了叫做突谦德萨这样的一个祖庭，应该是第7世伽玛巴建的。当时的这个祖庭的管理者，也就是就像是噶千大营，这管理者就是像噶千大营里面有这种叫做可以说戒律师，像桑杰年巴，他就当过噶千大营的这个可以说总纠察师、戒律师。当时这个祖庭的总纠察师、戒律师就是
登马国师。当时国师在一个开示之后就问说，这个巴沃祖拉참와的认证的这个族古的父亲是一个大人物吗？我们札松地区的这个孩子哦，就是说西方这在说的就是西方的那个上师的孩子哦，他的父亲可是有权势的父亲。这个有权势的父亲怎么说呢？他就说要弄一个族古出来很容易的，反正呢，只要有人问你，你记得过去式吗？你只要回答记得。如果问你不记得吗？就回答不记得。问你说认识我吗？就回答认识。或者问你说不认识我吗？就回答不认识。所以只要这样照着回答就可以了，就是几句话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上师他就说，这个就是那个孩子父亲他就说，要弄一个族古出来很容易，几句话就可以做出一个族古来。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可见的，当时其实很多人也是脑子很清楚的，他们有这种分析能力的，他们根本不相信说西方的那个安多人的孩子是伽马巴，他们会说啊，那个安多的那位上师他自己乱搞乱弄出来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卫藏的帕朱政权啊，还有噶千大营的这个等云多杰，就是还有噶千的摄政扎查仁波化身，甚至是楚布寺还有噶玛寺的诸大仁波切等等啊，还有大部分噶玛巴的弟子与施主呢，几乎都认为安多人的那个孩子是伽马巴。没有人真正关心那个转世者的家庭哦，就是对于东方的那个米支多杰的家庭都不关心，所以连他们这个衣食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匮乏哦，甚至几近贫困了。历代的你看伽马巴转世中，大多都是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回到寺院照顾了。长到很少会说带你等到7岁这么大了才把他带回寺院，但是米支多杰你看他到7岁之前都没有人真的照顾他，那么所以他的生活上衣食上都很辛苦很困乏，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世都没有发生过。第8世法王伽马巴大概是第一位，所以因为那么辛苦啊，他小的时候好几次就差一点就死掉了，而且当时的各种医疗资源等等都这个很贫乏哦，所以他好几次都这个命危哦，都很危机。当时这个族古就是米支多杰，他小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他那小时候就在想，他觉得现在很多的族古被认证之后，并没有这个努力于修持来世的利益，反而都是身不由己的呢，在世俗的衣食啊、名声等等俗事中打滚，然后不由自主的被这些像是寺院的总管啊，被他们控制着，然后深陷这种痛苦的泥沼当中。所以如果呢，安多的族古被他们选择是伽马巴，被他们照顾了，然后把我当成一般人看待，我没有得到伽马巴的名号的话，我未来会到拉萨的这些学修的僧院当中啊，好好学习，就和过去的祖师们一样，好好的闻思修，
学成之后呢，我会尽力的恢复弘扬佛教，利益众生。他那时候这样的在说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他很开心的。如果没有被认证的话也没关系，他很开心要继续去学习哦。当时有这样一段记载说，他就很高兴的跟别人说他这一段想法。那么当时因为虽然当时他们就像刚刚说，对于这个东方的就是米觉多杰呢没有怎么照顾，但是前世法王的一些弟子哦，就是很好的一些这个瑜伽士哦，他们在一个清净的幼童上哦，会降下马哈嘎拉，然后的一个卦象哦。那么这是在过去来讲，过去并不会是用一个佛像来这样子祈求来算哦，而是在一个会找来一个亲近的孩童，然后呢祈请马哈嘎拉，然后这个可以说降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取得一些预言跟卦象。所以当时呢，一些修持很好的瑜伽士是前一世法王的弟子，他们就找来了一个亲近的幼童，就降下了马哈嘎拉的卦象，然后得到了什么卦象什么预言呢？就说未来呢，中国皇帝等等全世界的人们呢，都会相信这位祖古就是噶玛巴。同样呢，还有许多具备了神通、禅定力，还有能够亲见本尊的一些大德，他们也都觉得相信东方的那个祖古就是米觉多，就是这个噶玛巴的转世哦，就是米觉多杰。所以虽然公布的那位噶玛巴就是也被大家吵得沸沸扬扬，说他是，但是都找不出真正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那么当时呢，让沃切刚刚谈到这些地方的人呢，就写信给噶千大英说，这个东方的才是真的，你们最好依照七世法王的这些遗言呢来认证它。所以由于呢等等这些原因，那么这个祖古他7岁的时候，东方的这个祖古7岁的时候，那么就被噶千大营的这个迦查祖古就迎请去了。还有当时噶千大营中的这些僧众们就迎接奉茶。当时呢，这些奉命去迎请的这些人呢，僧人他们之间有一个内定的一个规矩，说因为还没有确定哪一个是真实的转世祖古，所以就互相规定说不准向这个祖古礼拜，也不准前往到前面去接受他摩顶加持，也不准向他献哈达。但是呢，就像是过去佛陀的故事一样哦，最开始佛陀不是和5个人一起这个他们6年苦行是一起苦行的，但是之后呢，佛陀就舍弃了苦行，那么这5个人呢也心生不悦。后来佛陀成佛之后，他们去见佛陀的一开始也是制定了一些规矩，他们说我们才不要跟佛陀礼拜，我们不可以跟他问候，也不可以帮他敷座，甚至不可以让他坐在上首。但是真的见到佛陀那一刻，他们这些哪一个都做不到，就自然就礼拜问候等等。同样就像这个情况一样，当时这些去迎请的僧人一见到这个东方的祖古的时候，大家都不由自主的行礼献哈达，
请求摩顶迦做，什么当时说不该做全做了。而且呢，当时这个主古他几乎能够认识每一位这个他身边的这些年长的僧人，而且能够喊出他们的名字。那么这让大家一听之后，就都自然就想起过去啊，很多过去的一些回忆，勾起大家过去的回忆，也都升起了很大的信心，甚至这个流泪了。所以总之大家都虔诚的祈请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接着是这里说，在鸡年这1月1日那一天，那么这个东方的这个噶玛巴主古，他就第一次和迦查仁波切迦查主古会面了。当时迦查仁波切就问他说，你认识我是谁吗？这顶帐篷和里木，那还有就是帐篷里面的摆设本来就是这样吗？这个帐篷主人是谁？主古就回答说，我认识你，是叫涅翁国师，你的头发留长了，你以前呢头发没留这么长的。然后呢，你也别紧张这个帐篷里的摆设和以前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帐篷的主人是你。当时呢，大概是因为是过年，所以呢，当时里面都陈设了缺扎迦做的法座啊、坐垫啊、华盖啊、什么帷幕、茶碗等等。这个主古就抬起右脚，就准备想要走上这个法座。这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因为还没有被正式认证嘛，所以就马上就拦住他，不让他上去。然后，所以你看，虽然这个东方的主古他已经示现出各种殊胜的这些特殊的行仪，还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勇气但是呢，大家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决定到底是东方的还是西方安多的这个主古哪个才是真的。有一天呢，这个东方的这个主古就米支多杰他就对这个有一位主古叫阿古阿查，还有这个噶千大营的一位知客僧叫蒋丘仁谦，就对他们说，他说呢，我要跟你们讨论一下。他说你们这些噶千大营中的上师跟徒弟师徒都不知道怎么好好讨论事情，都不会做决定。我都已经示现了这么多能宿命通的这些的瑞相，你们这些师徒怎么还是无感，没什么反应呢？你们那边呢，就在那边一直的讨论着，然后这边是要认证那一个还是认证那一位，然后东问西问的，你们这样下去会有结论吗？会有好的结果吗？那么涅窝国师呢，还有就是迦查仁波切就主古就说，那个涅窝国师，你们的 boss， 你们的 big boss 好像也这个说不出个什么决定，不是吗？他就这样说了。大家听完很惊讶，这么小一个孩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他们两位听完之后就问这个主古明智队，就问他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就说了，主古就说，决定呢是你的心要做决定，不是东问西问。他就这样说了。你看米支多杰说这段话的时候，你要记得他当时才7岁，他甚至实际的年龄才5岁3个月，却可以看出他这种说话的能力还有他这种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的大智慧。
最后呢，他们实在没办法，做不了决定，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东方跟西方的主骨呢，总之呢，就都迎请过来，然后是几千人的当中迎请这2位主骨来，然后让大家去问问题，问他们佛法的问题，问时间的问题，还有让他们去问他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认不认识那个人，还问你前一世噶玛巴的弟子有谁呀？还有问他们，比如说噶玛巴的放一个噶玛巴前一世噶玛巴的念珠，再放一个不是噶玛巴念珠，让他们去选。那有时候甚至去故意去骂他们，去吓他们。总之呢，用各种的方式呢去测试看看谁才是真的，就在大众中这样去测试他们2位。当时呢，阿姆多的西方的那个主骨，他大概已经满7岁了，但是呢，他的父母，他除了知道他父母的名字，他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的名字之外，其他都不知道。然后呢，让他去辨认东西的时候，他就随便的选，甚至有的时候侧着问，被问到问哭了，然后怕到就哭了，因为太多人问问题嘛。那么阿姆多的这个西方这个主骨，他上师不就是他的爸爸，不就是那个很厉害、那个很有权势的上师吗？那个上师呢，就他身边有很多这种保镖一样然后就是他的爸爸就让这些保镖一样的人就站在周围，在那边故意发出很大的声音去吓东方的这个米觉多杰。总之你看当时呢，这是真的他们乱来。那反而你看东方的这个主骨，他很稳重，丝毫不受动摇。最后呢，反而是他觉得感到突然一阵无聊，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反正他也懒得去认真那些东西了，譬如说过去生的这些念珠啊放在那儿，这米觉多就根本不去选了。然后反而是看西方的，反正是西方的那个就好像很厉害一样，就把所有能选的都选。然后这时候支持西方的就那些噶千大营的人就很高兴，马上就骑着马呀在那边呼喊去庆祝。那因为呢，大部分的噶千大营中的很多人都被可以说给了钱吧，贿赂了吧，不能说给钱，那当时要酒给酒，要肉给肉，能够反正贿赂都贿赂了。这时候噶千大营的主事者迦产仁波切他也没办法了，他也没办法说些什么了。不过当时记录里面，当时的迦产仁波切也真的是很辛苦，这部分的历史可能之后再跟各位提，是蛮难过的一段历史，之后再说。总之呢，当时迦产仁波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说我们东方的这个主骨是无争辩是真实，但是呢我也做不了决定。他就说那你们呢，仁波切还有洛荣对吧，还有噶东巴，你们这有3部嘛，因为你们都是在同一个这个地方的，那你们就把东方的这个迎请回去吧。这样再变下去不会有什么结论的。但没想到迦产们这么一说，那就是有罗荣啊、噶敦啊这些同个村的人呢，本来呢他这个东方的噶玛巴他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的，那些人就说，如果说这个东方的我们家乡这个人是主骨，但结果却你不让他升座，就要我们就这样把他带回去，
那我们可要派兵把西方的那些把他全，他们是康巴人嘛，你知道？他说你这样子就让没道理，不让他升座，要我们把他带回去家乡的话，那我们可要派兵把西方那些人全都那个结束掉。那这时候一听之后，就是噶千大营的人这样一听之后被吓到了，哇，康巴人这么的，如果我们全部家族被他歼灭的话，那我们就惨了。所以这时候实在两方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些本来支持西方的人就跑到了家长们面前，就说拜托拜托，还是您要说清楚啊，做决定啊。这时候家长们就说了，他呢就最后他就在藏历2月10号的晚上呢，他就向这个上师本尊祈请，祈求加持，告诉他哪一个主骨才是真实的。当晚他就做了个梦，他就梦到了这个东方的主骨，就是米觉多杰，就来到了他的面前，就稍微面露这种不悦之色，就对他说，就对迦禅就说，你呀还是对我有怀疑，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完之后就站在了迦禅的面前，梦境他叫梦到，当时梦中迦禅就心想，这个主骨来到这里一段时间了，我们也没有让他升座，大概是他因为这样不开心了，他连个座位都没有呢，还这样站着呢，他就这样左看右看着，就突然就旁边看到有一个坐垫，他就跟这个东方的主骨米觉多杰就跟他说，来请坐，但这个主骨他根本不理他，他也不去坐，他就转头呢就回到了他的这个住的帐篷里面去了。在这个主骨走回去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白色的肤色是白色的一个长发的一个女生啊，身穿白色绸缎的衣服，然后呢她的左边的肩上就抬着一个连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捧起来的一个巨大的没见过的一个白色海螺，抬在她的左肩上。这个女生呢就来到了迦禅的面前，就说，我呢都吹响了这个海螺，让这个声音传遍了大地，你怎么不好好收管这个海螺呢，保管这个海螺呢？你为什么不好好收好这个海螺呢？他就这样子说了，就站在他的前面。这时候呢他就说，那个女生又说了，我现在还想吹，但实在吹不出来了，他就把他又扛在身上就走了，就朝刚刚主骨来的方向就走出去了。在不久之后，梦境中又出现了一个身形是红色的，然后有着咖啡色的头发，然后眼睛充满血丝的一个眼睛，瞪大眼睛的稍显愤怒相的一个女生走到他的面前说，就对迦禅就说，你呢不要听信骗子的话，不然呢你会因为这些腹胀这些染污而生重病的。说完他就不见了，又离开了。所以由于呢这些的梦境那迦禅就相信了东方的这个主骨就是噶玛巴。那总之这时候噶千大营的人们呢就像大梦初醒一般的，就在2月14日的那一天这是一个殊胜的日子，那么就将东方的米觉多杰主骨迎请到狮子宝座上，噶千大营的狮子宝座上，然后为他举行了吉祥的这种受封升座的仪式。那当时噶千大营的人这时候就申请了全然的信心，然后都觉得说过去到底是怎么搞的那么的糊涂，是不是我们都被这个魔鬼蒙住了这个眼睛蒙蔽了心智
怎么会不知道东方的这个主骨就是明智多杰，就是噶玛巴的转世呢？所以那时候大家才升起了信心。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都确认东方的这个祖骨就是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转世。那西方的那个祖骨怎么办呢？他到哪去了呢？那么当时米觉多杰还在家乡的时候就说他不是噶玛巴，他是我的一个僧人，他是我曾经的一个僧人，是苏曼寺的一个僧人的转世。所以后来他就被命名为叫苏曼的切仓主骨，在次隆这样的一个寺院当中，就让他住在那里。那个孩子的父亲呢，就是那个阿姆多喇嘛、阿姆多上师，他又怎么样呢？那他大概也就不见了，消失了，因为东方的已经被认证了，他就跑走了，他就消失了，不见了。本来就是米觉多杰还想也想照顾一下，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嘛，就是安多上师，但结果根本找不到人了。但总之记录里面就说他不见了，而且只下场不是很好，但到底下场怎么个不好法我也不知道，这记录里面没写。总之呢，以上呢就是米觉多杰的当时的一些故事哦。你看到当时就有这个东西方的这个主骨，就是东西方的两个噶玛巴的这样子的一些纷争，简略的跟大家说了。那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了，明天呢放假，因为明天放假，现在心情稍微愉悦，稍微感到一点很放松开心。那么就像刚刚之前有提到过从第一世到第八世呢的一些历史的这些资讯，譬如说他们出生在哪里，他父亲母亲的名字是什么，本来我有准备，但是可能后天再跟各位讲了。好，最后是歌颂。